好，咱拄则听到就是交通部上新的说明，拄则政务处长嘛特别讲到，即个伫咧修理，也阁有即个检查的部分，这是两个部分。嘛有讲到，若是有失角差的所在，就会进一步来追究责任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现主席伫咧南方澳啊，即个现场，为昨下午雄雄倒落来，缀着3只渔船啊，这件代志发生到呾已经超过24点钟。为昨暗11点一直到早起时晚9点，到现主席拢总找到4具的尸体，另外阁有2个人失踪，另外统计10个人受伤。即马伫咧现场详细情形，咱的记者替咱掌握到，也就是伫咧现场，即马伫咧放即个炸油所，详细情形要连线记者陈怡勇来带咱了解。怡勇。桥的西侧这个桥面这边附近哦，那你可以关注到，其实现在呢，从昨天断桥到现在也历经了20几个小时。那现在国军呢以及相关单位呢都陆陆续续正在搜救，因此你可以看到呢，他们其实已经出动了大型的机具，这边主要呢就是要来清理这个海面上的一些垃圾之外呢，还有就是要针对坍塌的桥面来进行拆除哦。那尤其他们是希望呢能在西侧这个桥面呢清除出大概有宽10米以及深达4米的一个航道，能够让渔船呢能够进出。而此外也可以看到，其实他们也已经有来布设这个拦油索，就是呢为了防止这个油渍呢有可能继续扩散，还有呢就是油渍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海域，因此呢他们赶紧来布设这个拦油索，希望呢能够有效的防止油渍继续污染。而此外呢，其实这个断桥到现在呢也历经了一整天的时间，究竟呢当地渔船影响有多少？我们来先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。最讲的嘛，啥物？有交最讲无，真我唔知啊。伊公司讲是差不多4、5天有份啊，但我是讲是 normal 咯，无 have accident， 是港湾啊2、3天啊，足工啊呢，无有份较侪工啊。所以档案都底下被拆出去啊？哎，真袂使处理啊，真袂使处理啊呢。啊，你以后要安怎？这句讲要安怎？我是公司，我有调阮兜家讲安怎，少管我写主工啊，我主工，少有份我主管安尼尔。你袂当落用啊？我袂当啦。你有你的朋友无？熟悉无？I don't know, but two person， 2个无朋友啦，2个朋友真是一个有花，一个也袂花，也袂吹。这个咩我那个我好那个啦。好，可以听到呢，其实这一群印尼籍渔工呢，他们是表示他们跟这一群其实有失联的，还有呢不幸罹难的渔工们，其实多少都有认识。他们也表示呢，非常的不舍之外，其实对于这个坍塌的桥面影响他们的航道，让他们没办法出去呢，他们也表示有可能会导致他们4、5天的时间都被困在这个南澳渔港里面了。那以上呢，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，先将时间交还国内主播。